我係1號候選人經民聯嘅李超宇。過去多年呢，我都扎根社區，我曾經成功推動過紅磡去到中環嘅渡輪航線復航，亦都曾經成功推動過紅磡海濱都市公園嘅建設。我係2號候選人楊樂軒，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仔。我家住九龍城，而今次唯一推薦我嘅東九龍居民委員會，係當年為咗反對港英政府清拆我哋13條鄉所成立嘅居民組織。我係3號嘅楊永傑，我從03年開始咧就落地區工作，到而家咧已經有22年嘅時間。期間咧做咗16年嘅區議員，4年嘅立法會議員。我一直咧將大家嘅訴求同埋聲音咧帶入議會。我係4號候選人民建聯嘅李慧瓊，我有超過20年嘅議會服務經驗，由區議會議員到立法會議員到全國人大常委，我一直虛心聆聽市民嘅心聲，用心服務居民。我係5號候選人工聯會嘅邱耀成，我長期深耕基層，致力維護勞工權益。我係唯一代表打工仔嘅候選人，我有豐富嘅維權服務經驗，身兼工聯會嘅權委主任，亦都係黃大仙區嘅區議員。我係九龍中6號無黨無派嘅候選人譚麗儀。我深信議員唔應該為任何利益團體服務，而係為每一位嘅市民福祉發聲。我喺香港出世，香港成長，我而家係從事法律同埋投資嘅相關工作。我而家亦都係一個在職媽媽，同好多市民一樣，每日面對好多困難同埋挑戰。我認為議員除咗要有專業嘅知識，亦都要好貼地咁了解民情。我同業界過往係一直都有要求政府推動政府去提供一個多元職業、多元路向去俾我哋嘅年輕人，而我會繼續做呢個工作。教育未必，或者我哋講知識未必真係可以改變命運，但係我覺得資訊同埋選擇可以。一去到加人工，反而入咗個尷尬位。政府嘅照顧少咗唔講，租金壓力大，買咗樓我哋又擔心變成負資產，收到稅單，連出街食餐飯都要諗過度過。呢啲就係貧，呢啲就係要扶。扶完我哋要扶得穩，要扶得起，咁樣先係一個好嘅政策。第一，我哋要精準識別扶貧嘅對象。而家我哋要打破政府行政嘅壁壘，我哋要統整政府各部門嘅數據，甄別釋出我哋呢啲高風險嘅扶貧嘅對象，為我哋日後加入提供個清晰嘅目標嘅對象。近日落社區有好多嘅工友同我講，係擔心自己份工冇咗，人工低咗，所以我係會繼續促請政府係做到真正保障本地工人就業優先。我哋一路以嚟要求最低工資係要追過通脹，亦都係為弱勢社群可以做到一個保底嘅工資嘅作用。對住唔同嘅政策配套入手，例如喺跨代貧窮上面，我哋要確保小朋友有公平嘅教育機會，同時亦都要做好配套。做好托兒服務、多元化嘅教育，令到父母可以安心返工，改善家庭嘅生活。青年同埋中年呢，政府就要按照市場嘅需求，提供相關嘅技能培訓，俾基層嘅青年同埋中年人持續進修。如果我當選，我會首要推動本地人才優先。建立機制，確保政府、公營機構都要優先面對本地嘅人才。應該要擴大嘅培訓資源，針對一啲新興行業，譬如人工智能或者係金融科技提供專項嘅技能培訓，去令到配合國家嘅生產，亦都可以提升公有嘅薪質生產力。吸人才係要精準咁吸人才，為8大中心短缺嘅人才係吸引佢哋嚟香港，而唔係同香港市民造成直接嘅競爭。同時，我哋要保障我哋嘅教育體制係優先培訓我哋嘅年輕人，讓到我哋嘅年輕人成才。我哋應該圍繞我哋8大中心嘅定位，優先輸入創科、教育、法律等嘅專業嘅人才嘅領域。政府可以根據呢啲目標數量去輸入唔同嘅人才，
講一句好實在嘅説話，有大公司、有好項目、有職位、有升級嘅機會，香港嘅後生仔先可以向上游。外來嘅人才只係一個火種，我哋香港人先係主角。要有高手嚟，但係最嬲尾站喺我哋國際舞台嘅，一定要係我哋香港人。其實我哋香港咧，對於高端人才本身就已經好有吸引力。我哋有非常之簡單而低嘅稅制，我哋有普通法制度、子女教育，包括父母養老，包括康樂，或者佢哋嘅娛樂，又或者係咧嗰個城市本身嘅文化底蘊。咁呢啲因素咧做得好，我哋先可以留得住人。其實我哋要考慮一啲居民嘅出入問題，有乜可能每一條舊嘅屋邨行條街都仲有咁多嘅樓梯級嘅呢？咁點照顧我哋居民啊？我想繼續回應2號候選人楊樂軒嘅講法嘅。我哋啟德咧有好好嘅規劃，正我哋有好好規劃，我哋一定要堅守我哋規劃嘅初心。但係過去咧好多嘅規劃咧就唔見咗，包括我哋嘅啟德嘅單軌，正係冇咗。我哋知道啟德單軌係非常之重要。九龍新海濱呢，喺大家努力底下，已經一步一步建成。其實而家旁邊呢，有一個叫做人車共用嘅單車徑，嗰個呢，就係我哋工聯會團隊呢一直所爭取。想繼續追問一下3號嘅候選人，有人批評啟德發展區嘅痛點啊，本質上就係硬件先行，買咗樓嘅人呢，俾咗高昂嘅樓價或者租金，換嚟嘅係仍然一堆施工、生活不便嘅半製成品社區。我反而想搶答翻咧6號候選人嘅嗰個問題。其實我並唔覺得咧而家咧啟德嘅生活配套咧有去到咁差嘅。其實成個社區嘅價值咧係增加緊嘅。政府嘅財政狀況緊張，所以我哋作為議員一定要懂得緩急先後，亦都按部就班。我都要求警方需要加強執法，同時間咧應該開放翻原來嘅私家車嘅泊車位，因為就係車位不足，所以咧發生有一啲嘅違泊嘅情況。我哋啟德嘅急症醫院出年第一季投入使用，我哋中九龍幹線出年全線通車，仲有我哋嘅啟德嘅單軌列車，我哋要爭取2028年提早完成。雖然而家規劃係2031年。係啦，我哋過去香港就係講得太多嘅規劃啦，但係我哋嘅市民係咪真係感受到呢種規劃呢？如果你再係用呢種態度，我哋香港係咪真係可以改變呢？望住台上邊5位對手，我見到5張熟悉嘅面孔，5個耳熟能詳嘅政綱，佢哋有經驗，但係亦都代表一如以往嘅運作模式。所以咧，我都希望咧，即係6號候選人咧都可以留意多啲包括我哋個社會嘅狀況啦、社區嘅狀況啦，同埋我哋呢一啲好實際嘅政策倡議，因為政策倡議係要實際。支持李超宇，支持李超宇，專業領航，upgrade 九龍城，2號楊樂軒，當選當選當選，擔當3號楊永傑，60席3號楊永傑，堅守初心，跨越挑戰，跨越挑戰，關注中產壓力，挑戰世代的危機，全城起動，全城起動，啟航9中，啟航9中，支持5號有要成，支持5號有要成，無政黨，譚美儀，有使命，譚美儀，敢作為，譚美儀，6號譚美儀係無政黨有使命敢作為嘅候選人。大家記住喺12月7號踴躍投票，多謝各位支持。